伫台南历史悠久的中英中学，今年将要迎接135年的校庆。学校除了规划校内的庆祝活动以外，也安排了校友同学会甲感恩餐会。学校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这个资讯，22号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会中会邀请现在的学生甲毕业的校友共同参与，象征中英中学的过去到未来。校长也亲自邀请所有校友会使回来学校找回当时求学的回忆。我想办这个寻根的活动很重要的就是要唤起我们校友们还有各界的这个社会贤达人士能够回到长隆中学来寻找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那这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会激发更多这个情感的连结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透过一些老照片的呈现，还有一些就巡礼的活动。还有这个史料文物就是特别在我们这个史料馆，那这些会呈现在不同年代一些极光片语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透过一些照片或者是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会让就像这个刘宏烈校友这样子会看到这个年轻的身影这些年轻的身影会激发我们更多这个情感的共鸣那希望这一次这个寻根活动我们就是找到这样子的感觉那这边要稍微广告一下，就是26号从早上到晚上我们有园游会有这个社团成果展，那下午大概3点到5点我们也有校园的巡礼活动特别比较大的就是晚上那个晚宴是6点到差不多8点半那大概我们预定开了有65桌那大概70%-80%都是来自不同就是也有从国外回来的校友一起来共襄盛举。这届校内也规划了学校历史相关的相片展览，希望要让现在学弟学妹会使熟悉过去的故事，也会使让转来学校的毕业生会使伫相片当中找看敢有家己。今年的校友同学会将要伫26号登场，到时阵学校也会准备各种的纪念品。如果是中英中学毕业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精彩的活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